林县倒落一间航马店，昨暗10点着火，消防局到现场的时候，规间店拢烧起来咯。虽然火是真紧就拍花，也毋过规间拢烧了了。加在来的店员、来的人客伫第一时间就逃出去，拢平安。着火原因爱个调查。9号暗时10点左右，云林倒落市一间烧肉店传出火灾，消防局接到报案后，派出9台消防车，总共24人前往灌救。 消防人员到现场时，已经全面燃烧，浓烟不断窜出。到来现场以后，现场1楼已经全面燃烧，那火是在10点12分获得控制。那目前10点14分已经进行强火处理。那现场因为比较密闭的一个空间，浓烟相当大。消防局表示，火灾发生时，现场有6名员工和6名顾客，好佳在第一时间拢安全走出来，无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因火势相当的大。 第一时间造成规个店家差不多拢烧了去。第一时间根据员工表示大概是他们的一个抽烟的一个风管产生的一个火警。我是10点的时候在我们家就闻到烟味，打开窗户一看，就已经有火花，就是有看到明火就对了，有火焰这样的，我就跟我妈妈赶快下来了。消防局就讲，经过初步了解，这件火灾事件。 伊是因为油烟排放管起火，燃烧的面积大约80平方公尺，但详细起火原因和责任归属，搁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厘清。公司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